疫情指挥中心为2020年1月20成立到今10多天啊，即马宣布后礼拜5月1开始要解散。接落来要安怎预防疫情搁压起来呢？有学者建议要定期检测环境，嘛要继续做血清控制调查，追踪高风险族群，避免动静死亡，大家才袂惊吓，才有才调恢复疫情正常的生活。 新冠疫情滚到3冬过，即阵大部分的人拢豆豆恢复正常的生活。中央疫情指挥中心宣布，对5月份开始，新冠肺炎嘛对第5类传染病降做第4类，民众拢表示支持。我是感觉讲是应该跟着时代潮流的，就是一个趋势嘛。起来结果打疫苗，结果食药啊，2、3年啊，大家拢惯习就好啊啦。 受新冠疫情的影响，咱国来伫2020年1月20开始，3级开设中央疫情指挥中心，到疫情上严重的时，嘛升到1级开设。疫情指挥中心运作千多天，拢无休困，即马要降级。有学者认为，互生活恢复正常是有必要的。不过，相关单位对各规业群应该继续掌握。真少的一寡人，嘛是会过重症加死亡，若是有一款。 重症的人开始人数咧增加的时阵，咱就爱来知影讲，这是毋是一个新的变异种出来啊？这种一定这款工作袂使停。有学者嘛建议政府对人甲环境拢爱继续分析、搁监测。就算降级，一寡机制也是袂当放零。环境的部分就要定期做废水的检测，人的部分建议要继续做血清抗体调查，了解个人的抗体数。当年拢有安尼做，咱就知影讲咱的血清的浓度吼有到什么程度，爱去追踪着伊讲伊身躯顶内底这个注预防虾类的效果有维持无？ 专家嘛建议各危险群，亲像有慢性病、无注疫苗的，也是65岁以上的侪岁人，准讲有感冒的症头，就要去检看卖啊，敢是去挖着新冠肺炎，甲目标设定伫零死亡，大家才袂惊吓，才会当真正恢复应过生活。记者连日台北采访报道。